你只要每日大概1蚊，你就可以獲得呢隻可以充到 notebook 嘅130火2萬 mAh， 仲要榮獲世界各地咁多嘅設計獎。最近咧好多電池咧都係飛機上面爆炸喎。今日咧小弟就教你咧點樣去揀一啲比較安全嘅尿袋啦。電池咧主要有2款，一款咧就係呢啲 Lee Polymer， 我呢一個咧就係4 cell 3.7乘4咧就等於14.8V 串聯咗，咁個能量咧都幾高嘅。咁呢一個係 FPV 我平時飛嗰啲穿越機嘅一啲電池啦。咁我好多年前咧同佢講，喂，可唔可以咁樣堆疊嚟去做一個多 cell 嘅 power bank 啊？咁當時咧啲工程師就同我講，喂 Jason， 好危險㗎，其實係唔可以咁樣做，因為咧佢哋每一個咧都用一個鋁嘅薄膜啦。如果有一個咧鋁嘅薄膜穿咗咧，佢咧就會牽涉埋其他嘅電池咧都一齊咁樣去爆炸啦。咁所以咧呢一隻電池咧唔係太適合放喺一個 power bank 入面長期使用嘅。高嘅功率輸出咧，我比較建議咧就係用呢一隻21700呢一種咧圓柱體嘅電池，就相對嚟講係比較穩定同埋安全嘅，比較適合咧長時間咧做一個高功率嘅輸出同埋輸入嘅。啲電動車咧比較高 grade 嘅型號咧，佢哋都係用所謂嘅3元鋰嘅電池啊，就係呢一款。咁小弟呢一隻點解會比較安全咧？第一係因為我哋用咗咧21700嘅電池有4條擺咗喺呢度啦，同埋咧我哋係用咗一個鋁合金咧去做一個散熱。好多呢一類嘅尿袋咧，佢哋都係用塑膠去做，喺個散熱嘅效能上面咧就冇鋁合金咁好啦。今次我哋都揾到一個好兄弟啦，佢係香港嘅電子工程師啦，咁佢哋今次咧就會負責 PCBA 裡面嘅設計嘅，而我哋裡面咧都有雙重嘅保護機制嘅，無論係 PCBA 裡面有粒 NTC 啦，短路保護板咧裡面咧亦都有 NTC 嘅，雙重嘅保護咧，咁就確保你嘅安全啦。小弟咧之前咧都去到台灣啦，去俾台灣嘅 KOL 睇下呢隻嘢啦，佢講哇真係好好揸，我哋會抽3個朋友咧會送呢一隻俾你，你喺樓下嘅 comment tag 你2個嘅朋友，同埋你有幾中意呢隻嘢。我哋喺 Kickstarter 完結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揀出3位嘅朋友係可以獲得呢個咁正嘅免費嘅 Super Bank。